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爱用台语》，我是爱用。大家知影台湾的果子真好食，有甜有香。我会记得阮阿爸第一届来到台湾，伊因为住过夏威夷，伊就爱食往来，所以我就凊彩去买一粒往来互伊食，伊食一喙，伊想一下，伊讲，一世人上好食的往来，袂输夏威夷安尼吼。所以今日我来到宜兰的罗东镇这边，甲我朋友Jimmy。大家好，我是Jimmy。今日咱要讨论台湾的果子，还有因为Jimmy你是台湾人，过你的阿母是德国人，德国人对无？是，对，阮阿母是德国人，爸爸是台湾人。我伫德国大汉，今年搬来到台湾。了解。所以阮要讨论台湾甲德国的果子对无？对。德国的果子敢有台湾的果子好食？绝对无，绝对无。德国的果子，台湾的果子，品种足济，比德国济，嘛较好食。德国的果子一定爱等到春天、热天迄阵才有。寒天就无。寒天无对。所以以早古早的人就是春天、热天迄阵会挽果子来做果子酱，为着保存这个果子。了解。所以迄个德国人会食果子酱较济。是。应该是尤其是寒天的时阵。寒天的时阵，因为果子酱咱寒天就会当食着果子嘛，因为阮无家己的果子。所以迄阵无冰箱，阮就会当透过这个煮果子酱的这个过程去保存阮的迄个果子。这是较古早的因为即摆应该拢有冰箱啊，拢有进口的物件啦。所以即摆主要是为着食点心啦，还是抹棒，还是抹小胖，还是配阮的一寡牛奶品。亲像panna cotta。就是华语是讲奶酪。还是 yogurt 即款的。你若直接食果子酱，你会感觉伤甜。伤甜。嘛安尼黏铁铁无好食。是安怎果子酱会安那甜咧？因为咱一定爱透过即个糖去保存阮的果子。古早的人是迄个糖甲果子的比例是1:1。阮已经因为足侪人讲安尼伤对，安尼伤甜，所以阮已经甲即个糖的量甲降落来。但是一定要有即个。至少爱1:0.5。0.5所以伊个果子酱遐甜的原因，就是为着要保存迄个果子。因为果子若无去保存，伊会歹去嘛，会臭去。你放伤久会臭去。你若要放炖为热天放到寒天，伊就一定爱保存。所以恁转来台湾是想要甲即个德国式的果子酱是卖互台湾人遐。是，应该是讲阮的做法是德国的做法。但是阮的调味是较创意的调味。有啥物调味？我才有看到足侪款的。我简单来介绍一下，就是讲，像讲这是阮的乌胡椒木瓜。乌胡椒甲木瓜。是。因为敢会咸？袂讲一撮尔。一撮咸，主要是迄个胡椒，主要是为着伊的香味。因为阮拢知影木瓜伊的味其实闻着小可臭臭。较臭。阮拢会讲迄是果子酱的臭豆腐。对。所以咱若下一寡乌胡椒粉落去，伊会较香。小可咸。所以迄个胡椒粉会甲迄个拍拍啊，迄个木瓜的香味较袂遐臭安尼。对。即个是阮的威士忌往来。威士忌往来，内底真正是放威士忌，但是迄无啥物酒精啊，因为阮果子酱是用煮的，用炖的，所以迄个酒精拢会煮去。所以这买酒醉遐？卖酒醉。我毋知影你的酒量啊，应该是卖酒醉。主要是迄个威士忌的香味尔。无咱一般来讲，往来足甜嘛，所以迄个威士忌的味较重。往来其实毋但有甜，还佫有酸。土往来。但是土往来的糖分佫无够。阮头拄仔讲过，为着要保存，阮的糖量一定爱够。即个就是阮的洋葱苹果。
洋葱苹果。洋葱苹果。嘿，即个较即个较毋是一般的果子酱，一般的果子酱拢是甜的，嘿，较济，啊，即个是咸的，配咸的。咸的。嘿，我无食过咸的果子酱咧。台湾较无咧卖，较无咧卖即款。我伫美国嘛无食。安尼啊嘿啊，嘿，这真正是果子去做，但是一般来讲，阮会去建议讲，即个去配咸的，譬如讲盐酥鸡，会当下来运，还是讲一寡一寡。迄敢是较亲像迄种南非的迄种切尼。是。哦，对了解。对，啊，但是真正是果子做。嘿，所以切尼就是一种果子酱，啊是咸的果子酱。咸的小可咸，啊嘛小可咸。小可咸，啊一般是配肉。肉啊煎的拢会使。听起来真好食呢。安尼，挺好，你试看觅。即罐是细罐，这是阮的金蕉高桃啊。金蕉高桃啊。高桃啊，就是 kiwi。哦 ，kiwi。高桃啊，是安叫高桃啊，因为 kiwi 的皮生点那高的毛嘛，对无？小可毛安尼。哦，了解。对，所以阮即个口味叫做米糕跳恰恰。米糕跳恰恰。对。OK。啊，即个一般来讲，这是台湾人的接受度较悬啦。因为较就是水果子尔嘛，无掺其他的调味啊，迄款。像迄有乌椒啊，啊有油葱。是。啊果子尔。因为即款洋葱啊，也是乌胡椒，一般台湾人看着较会惊。我若无甲介绍，伊就毋敢去试。对，啊，这个较无，迄个果子。毋免惊啦，一定拢好食了啊。当试看觅。是。好，过来，即个是阮的乌麦仔酒气泡。乌米露。乌米露对。乌米露的气泡。对，德国的乌米露，内底有一般气泡的香味，啊嘛有乌米露迄个足高的迄个香味，一寡小可甘甜安尼。嘿。啊嘛是卖酒醉啊，免惊。啊，过来，即个是阮的柳丁姜。柳丁姜。嘿，就是柳丁。啊，敢会这嘛敢会咸？这袂咸，足芳尔，足芳。嘿，因为柳丁，台湾柳丁足甜啊。嘿。啊，你若无去下即个姜落做伙炖，迄个柳丁干那一个甜味尔，较无啥物芳味。OK， 啊，迄真正是柳丁，毋是柑仔毋是，这是柳丁。OK。柳丁，嘿，我有去问。好，感谢今日来介绍伊的果子酱的口味，啊，等下咱回来食看卖吼。好。我还未食过。好，欢迎去食。好，安尼阮遮有准备一寡阮家己做的米布丁，米布丁就是英语叫做 rice pudding。哦 ，rice pudding 对吼。因为阮米布丁。米布丁，嘿，阮头拄有讲过，果子酱一定爱配一寡物件食，毋是直接食。嘿。嘿，所以阮遮阮遮有头拄讲的口味拢有。OK。啊，你食进前一定爱先甲辣的。OK， 啊无味会伤重。我摕一碗。啊，这是迄个金蕉高桃啊。金蕉高桃啊，好，爱甲辣的。好。安尼差不多啊。好，安尼差不多，啊，就直接食吼。直接食。有，袂歹咧，有迄个高桃会芳味啦，介芳。啊，搁有迄个米布丁，有一粒的米，对，迄袂歹咧，口感袂歹。好，我尝看觅。好，后来这是whisky online 对无？对。online 我上爱食的。安尼哦，安尼。共款辣的。online whisky。online，上好食的。你爱食往来，嘿，你爱往来，感觉安那？往来，真芳啊，完全袂酸的。袂酸吼。嘿。啊，有一个是乌胡椒木瓜。乌胡椒木瓜啊，木瓜我有淡薄仔惊，因为木瓜像你讲的有时啊
会臭，会臭我知。无要紧，因为足侪人拢毋敢食木瓜，但是因若食阮即个米布丁配阮的木瓜酱，其实大部分人拢感觉好食，免惊。袂臭咧，袂臭吼，袂臭，足奇怪，就那算好食。对啊，臭豆腐啦，臭豆腐嘛是足臭的，但是食起来是好食。无毋对，无毋对。啊，过来是柳丁吼，毋是柑仔哦，柳丁配姜，柳丁配姜吼。哦，这较无共的味啦，这较无甜啦，有迄个姜的味，小可嘛袂讲足咸，袂咸，毋过迄个姜足明显的，对，这嘛好食，啊你若无爱甜，啊这我想这是可能较适合。是，是寒天会当泡烧茶嘛是，会当顾身体啊。哦，直接用迄个果子酱泡烧茶。对，用香烧茶去泡，知道纤维。真材实料啦。上尾这是气泡乌米露，气泡德国的乌米露，啊气泡我嘛爱食，乌米露我嘛爱啉。安尼足赞的。哦，真正是两个味拢有啦。拢有吼。迄个乌米露的味啊，气泡的味拢有。即个较甜啦，即个味较甜。这应该是上甜的。对，即个是上甜的。我叫是这应该是上甜啦，是这。对，因为气泡。这有高桃仔的酸味。有。啊，台湾的气泡足甜，本来就足甜。所以较无爱食甜的，就食即个柳丁。对。爱食甜的，就爱食即个气泡，吼。是。了解。感谢。我感觉五个拢足好食的，就是迄个两个香味拢会食出来啊。是，所以我相信，大家人拢会当找到适合家己的口味。应该是有啦，因为有甜啊，有较無甜的，拢有。啊，敢会使互阮看迄个制作的过程？会使啊，啊无咱即摆就去灶骹看觅。好，感谢。大家好，我是Jimmy 的妈妈。高桃仔甲金蕉下皮了后，切的加一寡糖甲蜡做伙，过来烘一鼎的滚水，将玻璃干仔高温杀菌，互伊滚一段时间，一直到果子酱要装干仔来的时阵，趁果子酱烧的时阵，甲倒入去干仔内，若有空气，就爱甲拍了后，较搁甲并过来，互伊真空。数分钟了后，较搁并过来，安尼就结束啊。好，非常感谢这面甲阮介绍伊的德国式的果子酱，我感觉真好食啊。感谢。观众若想要家己买，是要安怎找你？若有观众朋友想要甲阮买，会当去阮的面册，会当找酱子 That's Jam。酱子 That's Jam。对。OK， 了解啊，链接会放伫下骹吼。你若感觉爱用台语袂歹，也是对你有帮助，请甲我斗相共一下吼，就是爱下去迄边起赞电话，还有迄个亮仔哦。好，感谢努力，拜拜。好，继续食吼。